頂海國小帶來精彩的太鼓燈表演，替沙巴魚產業文化活動揭開序幕。市府農業局為了協助行銷在地生產的沙巴魚，佇咧四草大眾廟廟廳規劃沙巴魚特產市集，現場嘛準備沙巴魚糜甲魚丸湯，和民眾分享。我們這幾年來，其實推了非常多的一個措施，包括補助我們的養殖青年一些自動化或者是智能化的一些養殖設備。那我們也建立了產銷履歷啦、品牌。安尼一路行過，我們海鮮加有咱的沙巴魚，所以咱常咧講誒，我們未來怎麼點線面來推動我們的漁業、我們的漁產，還有我們相關的一些產業的推廣，這都是我們的責任。沙巴魚是台南上有特色的魚產，料理方式嘛相當多元，用煎的也是用煮的，攏非常美味。這回也佮康飯店合作，日菜擴大美食推廣，更提供食魚教育體驗，讓大小朋友 DIY 觀察魚體外形，感受漁村文化和美感創作的結合，畫出屬於他們自己的虱目魚，就是他們可以自己選擇顏色。除了豐富的沙巴魚體驗，還可以當排隊坐大港觀光船，欣賞四草之美，串聯在地產業甲文化觀光，讓民眾在佚佗當中了解沙巴魚的產業價值，進一步支持在地漁民。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。